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文經所答，我係 Matina。神蹟狂飄第二節，雨小照派，風大照行，心經未信，主造同在。耶穌親自示範兩大震撼神蹟，5餅2魚餵飽5000人，行水面，門徒嚇到呆，準備好見證耶穌嘅超凡能力。5餅2魚足夠餵飽5000人。耶穌拿着這5個餅2條魚，望着天祝福，擘開餅派給門徒，叫他們擺在眾人面前，也把那2條魚分給眾人，他們都吃，並且吃飽了。馬可福音6章41到42節。5000人聚集，冇飯食，門徒只揾到5個餅2條魚，耶穌竟然話：你哋俾佢哋食啦，乜咁少都夠食咩？學生話：老師，成班人冇飯食啊，得個漢堡包。老師話：唔緊要，分啦。學生話：吓，你認真噶？結果耶穌一祝福，5餅2魚邊都食唔晒。神蹟提醒我哋，神嘅供應遠超過我哋所想象嘅。耶穌行水面，門徒嚇到呆。夜裏，他在海面上走，想要經過他們。他們看見他在海面上走，以為是鬼怪，喊叫起來。馬可福音6章48到49節。門徒搭船去加利利湖對岸，夜間遇到風浪，搏命咁撐船，突然見到耶穌行水面，以為見鬼。Imagine 你搭緊船去長洲，夜間遇到風浪，突然見到有人喺海上面行過嚟，船客話：唔係啩，水鬼啊！耶穌話：放心，係我。門徒見到耶穌嘅神蹟，終於明白佢唔只係老師，佢係掌管天地嘅主。當耶穌喺你生命中，你仲驚唔驚風浪呢？門徒仍然唔開竅，他們心裏愚頑，還是不明白那分餅的事。馬可福音6章52節。耶穌顯咗2個震撼嘅神蹟，門徒竟然唔明白。5餅2魚即係話供應無限，行水面即係話能力無限，但佢哋仍然驚啊！我哋有時都一樣，見到神嘅祝福，轉頭又擔心未來。神一直喺度，但我哋仲以為佢會放棄我哋。耶穌唔止做神蹟，而係想我哋真正信佢。今日你仲係唔開竅啊，定係選擇真正信靠神呢？生活應用，你想得過耶穌咩？你有冇經歷過神蹟？你又點樣回應呢？你會唔會選擇信靠神，而唔係成日憂慮呢？耶穌話：放心啦，我喺度啊！你願唔願意交託俾佢呢？挑戰你翻開馬可福音6章33到56節，親自見證神蹟。下一節衝擊宗教界，耶穌 versus 傳統，真嘅信仰係乜嘢？好，記得 like subscribe 我嘅文經所答，下條片見，拜。